所有發展商賣新盤都會公佈佢嘅入票日期同埋時間，但係第一次見發展商咁強調佢晚上截票嘅時間，因為就算去到夜一夜都無阻客人對呢個盤嘅熱情。我哋而家一齊由瑞景嘅現場一齊行過去地鐵站度計時，之後我哋上示範單位度睇睇啊！咁瑞景嘅三大賣點，咁第一梗係南昌站啦。南昌站位於屯馬線同埋東涌線嘅中間點，簡單啲講，其實搭地鐵去港九新界，甚至乎係去高鐵站、去機場一樣咁方便嘅。咁第二點啦，喺市區盤嚟講咧，比較少見到咁大型嘅樓盤，因為喺市區盤嚟講咧，多數都係以單棟樓為主嚟嘅。咁所以成日都係咁講啦，買樓梗係買啲大型屋苑比較好啲啦。咁第三點啦，呢個盤嘅周邊亦都生活配套好齊全嘅。嚟到南昌站梗係有 WeWalk 啦，咁其實後邊咧就已經係南昌匯街市，咁其實喺樓盤嘅轉過另外一邊咧，好近已經有一間大型嘅醫院嘅。咁瑞景嘅附近咧，亦都好多好出名嘅學校喺附近嘅，咁所以想揾好學校嘅家長咧，亦都值得留意一下啦。咁想攞到瑞景更加多嘅資料，高空圖720嗰啲咧，可以喺畫面上面嘅 QR code 可以揾到我嘅。咁我哋亦都安排咗下一站嘅樓盤拍攝俾大家啦，咁大家記得緊貼我哋嘅 IG， 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喺上面公佈嘅。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啦 ，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分享俾其他朋友睇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